第15章，企業持續發展，信念理念為先。凡係能夠長期經營嘅企業，必有佢實質嘅文化底蘊，其中包括創辦人嘅信念、企業嘅宗旨同埋經營管理嘅理念。大多數嘅企業未能夠將上述嘅企業文化內涵具體化，以致喺創辦人交棒之後，接班人無法完全理解企業嘅氣質，喺變革嘅時候做出咗違背企業宗旨同埋信念嘅行為，最後導致企業變革變成企業變質。若果以現代管理術語稱之，呢個係企業嘅軟實力。要能夠將企業嘅軟硬實力相結合，先至能夠支持企業順利傳承，保證接班之後喺業務發展嘅同時，能夠維繫住企業原有嘅氣質。創辦人陳南輝先生一直認為做食品必須真材實料，唔好食壞人。呢個簡單平實嘅理念，潛移默化咗幾個孩子，讓公司發展出一套經營信念，整合成現代企業發展嘅核心所在，即係願景、宗旨、使命同埋價值觀。願景，成為世界最大、最可靠嘅肉丸食品品牌。宗旨，堅持以優質成材製造健康美味嘅肉丸，使消費者享受健康及美味嘅肉丸食物。使命，要教育消費者正確認識肉丸食物嘅製作過程同營養價值，從而洗脫肉丸食物嘅負面標籤。價值觀，振興係企業良心，我哋關心客戶嘅健康，重視傳統手藝嘅傳承，亦都願意與時並進，創新產品同埋製作方法嚟提升企業持份者嘅福祉。因此，我哋要不斷學習，持續改良，以開放心態應對市場變化。唔少公司都中意以做大做強為佢哋嘅願景，但係振興喺做大之餘，同時以最可靠為先決條件，帶出咗對品質嘅堅持，唔為做大而放棄真材實料、貨真價實嘅理念。振興希望改變公眾對肉丸或者肉類製品嘅誤解，以關心消費者健康為首要任務，供應健康美味嘅肉丸。近年大家對健康食品趨之若鶩，肉丸或者係肉類製品總讓人覺得係經醃製，有添加化學物質，被非健康食品嘅陰影籠罩住。一個追求可持續發展嘅企業，信念理念係相當重要。喺遇到衝擊或者需要作出取捨嘅時候，信念理念就係指導思想，用嚟驗證同埋量度有關決定嘅根本因素，指揮住企業按自己想要走嘅道路前行，而非看風使舵，左搖右擺。企理小總結：企業發展方向多，其中有福亦有禍。背離初心唔多妥，領導必須找緊舵。信念理念如石磨，轉動之中仍穩妥。發展雖不忘當初，氣質傳承無錯過。